方比这个大3倍，可是它是水泥的。上面是水泥，这里也是我是我玻璃板。喺練習嘅時候硬係。佢哋有咩關係打？佢有啊，佢哋有打，冇打。有打㗎係嘛？喺呢度安全啲係咪？唔係，如果係嗰邊啲坦厚過呢啲坦。但係嗰硬啊，都硬，呢度都硬㗎。哦，係啊，我全部都係硬嘅。你哋練習都係用呢個硬嘅嚟練習係嘛？哇！都係硬。係啊。演出嗰度就有軟下。嗰度係木板嘅。啊！演出。我們準備開始。睇佢嗰個點嘅？嗰個嗱。有冇劇本啊？嗰個係啦，而家佢個劇本啫。呢個幾點？即係點啊？佢第二嗰個咩單親琵琶嘅嗰個劇本啊？係啊。啊呢度有，我呢度有一份先。你有係得啦，咁啊。係，我呢度有，要唔要啊？要。要我叫浩傑攞一份俾你。你影一份俾我。係，唔係我有多嘅，我攞落嚟俾你啊，陣先。台灣的老師們，我想請問一下，就是剛剛這個就是咱們的那個琵琶記的那個幕起是嗎？哪一個？就是剛剛他們那個雜技。雜技對。對，這個幕起完了之後，就是這個音樂是不需要了的。這個不是。有得音樂。這是到現場。你哋睇下你嗰份係點嘅？我一樣嘅。就是他們這個幕起之後，我這邊要播這一首是嗎？對。要播這個是吧？好的，看怎麼接。我呢個俾我嘅，睇佢點樣搏嘅。唔係，第一個過嚟睇下，我睇下要聽佢啫。張響啊！啊？你要播俾我聽嘅喎。哦，好啊，即係你現場打係嘛？係，我現場用嗰現 OK。我睇下佢喺邊度播。好。邊度係要播啊嘛？好。咁播完之後，到時候呢個音樂我唔要噶啦嚇，就全靠你哋打噶啦。睇下佢點樣先。哦，好。都係有啲要播嘅。好，嗱，我播一播啦。你播啦。收俾佢俾音樂佢啦。係鑼鼓到內場嗰度，佢個小姐請嗰度，佢請完我哋再起音樂。我收咗鑼鼓，佢就唱，好，係開始。好。